何时会到？第十，阮总在心内毋敢讲出来，为何天路会遮歹行？平顺也袂来，常常在走撞。处所应允，安然免惊。何时何日到？第二节，拗屈在心内，毋肯讲出来，为何生活有遮侪挑战？平静也袂来，幽怨得紧张。处所成全，安心自在。何日何时到？第三节，沉闷在心中，毋愿讲出来，为何相处有遮侪困难？平和也袂来，犹豫在操烦。处所成就，安乐三听。何日何时到？第四节，领受在心内，话语讲袂清，为何恩典有遮大功效？平安已经来，教单要享受。处所宣告，安歇交托，信福就会到。